上新上 hit 的歌，拢报道新歌发烧榜。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资讯，就伫咱报道新歌发烧榜。你莫伫遐打叫好不好？你有啥物要摕演主笔伫遐打叫？你还没介绍我啊？哦，邀请到阿铁啦，莫个打。哦呵，真差！我跟你讲，今日咧是劳动节过一天。明仔个继续休困。对啊，嘿，这为什么今年没有年假咧？对部分的人来讲是年假，亲像这个狗仔队的狗头。哦，对，迄是家己请特休，应该请他特休，因为没更没效的。对啊，真有影哦。啊，常讲我们这个都，其实台湾哦，基本上全年无休的人都来如这啊。对呢，不是好现象吧？因为基本上进入服务化，就是服务业为主的社会，对啊，那边都是大家来轮休大轮班，其实对国民健康来讲，拢不是介好呢。拄则叫讲你叫我的名大轮班，没有大轮班啊！你上过较早用大轮班的生活无？无，我较早上过，真正我上3个月，规身体拍歹去。哦，对，放流拢用低的呢。呢，以前那时候才20几岁呢，有安尼啊，代表讲哦，不要熬夜。超讲今日礼拜五晚上嘛，其实很多家长在反映哦，拜五的暗时啊，因后生查某囝哦，拢伫咧房间内面遐耍电脑，耍到半暝3点起来放尿，迄个门哦，门芳啊，原来是光光啦，有那个电脑光在反射，对啊，一打开门有没有？原来是这哦。无啦，原来是踮遐干嘛跟网友聊天？对啦，好啦，今日咱往那边报榜好不好？报榜比较健康。是的，今日有关是对第5名到第1名来报起哈。这礼拜咱的台语歌单到底有啥物新歌、有新唱片出版的来，咱同齐来看看卖。第5名。这一礼拜咧，逐工早些大练的节目，拢会当听到谢丽大哥的访问。哎呀，访问了真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深入。那是因为讲哦，谢丽大哥咧，他在这一个我们的歌坛哦，已经很久了嘛，对不对？所以哦，偏要超过一家子啊。已经一家子啊，对啊，所以我跟你讲，真正是哦，这个他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对啊，真正故事会当来分享。他为甲午年唱到甲午年，无啦，我什么甲午年，我就讲今年是甲午年啊，伊真厉害，吼，伊讲啊，伊较早吼有一首歌叫《禁唱》，苦酒满杯，还用国语讲，用华语讲就对了吼。这个苦酒满杯这首歌曲呢，为什么叫禁唱？伊嘛唔知啊。可能是讲你唔通去宣导说这种悲伤的气氛，然后借酒消愁，借酒消。安尼已经嘛当禁唱，然后这首歌颠倒红。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讲，对不对？算尽心机还比不上老天爷在算。是的，这张专辑呢是谢丽大哥今年上新的专辑，叫做《白囝金婚》，是甲谢小鱼两个人所合唱的。这礼拜我那是共款摕到咱报道新歌发烧榜的第5名，恭喜啊！为你打拼过孝顺，第4名。这礼拜的这个第4名，张燕青老师，新森林大学的新鲜人是吧？是啦，神仙人，神仙人哦，对啊，新鲜还新鲜，人还人，为何新鲜就变水？这代表这个人，这个人已经看开这个欢庭世事张燕青老师伊的歌词当中，应用啊，拢有真侪3界以来的这个人物，对啦，譬如讲灵魂，哎呀，或者讲新鲜，个天动地甲，天动啊，天动地甲我生气这首歌一生只有你这是张燕青老师写给那个小虎哥的嘛？是啊，想不到呢，那个时候在10几年前就已经写了天堂地狱了。对，这里回兄有这宗教观呐，无啦嘛，有这个叫做看破人世。你像张燕青老师这次造型非常好看，马早会呢恭喜我们张燕青老师呢，这礼拜得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4名，新鲜人，大家多捧场哦。
第3秒。哎呦，真紧呢！后礼拜就是这个母亲节，对啊，母亲节这个大家今天友好哦，所以这首歌是陈随意，咱嘅好儿子、好爸爸、好老公是哦，互人嘅一个印象拢是足够特别的歌艺。对，这礼拜入对呀第3名嘛，来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3名啊，妈妈我爱你。对，这句话吼，讲真一个，你一世人跟母啊跟我讲妈我爱你，你有讲过吗？讲没错，恭喜在咱到这个年纪啊，讲没错。小时候有没有讲过？也没有，忘记，应该都是没有，男生都比较。你刚这两天吼，一个讲都要讲到这首歌嘛，妈妈我爱你，是很随意的嘛。其实这两天这网络上有点疯狂转载啦。我觉得高中生啊，就在那个同学跟老师面前，就是跟打电话给他妈妈，说，哎，妈妈我爱你，结果他妈妈就哔哔哔。就是讲，哎呀，哎呦，大拢笑噶呢。这个妈妈嘛，就算讲是讲话非常的直白啦，对啦，直接甲讲出来，甲教出来就对了。好啦，妈妈我爱你这句话爱较直讲的啊。是。第2秒。哦。这首歌其实真小滚滚哦，哥哥啊，王上宏老师再度蝉联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第2名。说到这个王上宏老师呢，伊即马不但讲推出个人上新的专辑，伊嘛准备要来展开个人的演唱会咯。我甲你讲，而且我甲你大家预告，这个波多，咱这波多联播榜，将要有来开一个歌唱的，这个训练班，词曲创作班哦，就是咱王上宏老师来主持啊，如火如荼在筹备当中。对，这偷偷讲哦，嘿啦，偷偷讲哦，而且马上甲大家报这个好消息，讲，若是想要听王上宏老师唱现场的拜托的，起码就要赶紧哦，6月19号，6月19啦，6月19迄天拜四，暗时7点半呢，到这个河岸留言，大河岸留言，西门河岸留言，大河岸，真正即摆就开始看6月19迄天拜四他就讲有没有看错日子？没错，我们就是特别挑礼拜四，让大家都还要上班的时间去听，可以早点回家。不是啦，就是可以舒缓一下工作的紧张压力，对不？因为你到礼拜六、礼拜天你自然就要送去啊嘛，对吧？拜四要送就较困难，所以希望大家咧，伫咧6月19号迄天会当到西门河岸留言来去旁听。而且王上宏老师他这次有一个演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点，一共欢迎大家来点歌阿蝶 Facebook 列留言给他他将会呢，你说他将会把他以前写过的歌重新编曲，只要你点得出来，是别人唱的也没关系，他重新编曲现场用心对，用心，所以这样你用心没有老师的教化都摕到咱波多新歌发烧榜的第2名，热情小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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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拄爱滚袂歹啦我无感觉袂歹，我感觉会叫我发钱。真的吗？我讲滚，我唔是讲喂，这礼拜第1名咧，就是若是你有真心留下一滴目屎，这滴目屎就叫做真心泪Only you，Only you。对，这张专辑叫真心泪，但是跟真心美无关系。当然无关系啦。好啦，Only you 伊这个做人真成功，是啊，而且咧，这个唱歌嘛，真正非常有感情，用心，对，用情。上新的专辑当中咧，玩了很多新的创意，包括今嘛上届流行的来自星星的你，我跟你讲怎么样哦？我跟你讲 ，Only you know。我真正昨去食面伫遐食面食完了，去互迄个面店卖头家亏啦，去互亏啦，去互亏，伊讲你有酒不然呢？你很像金秀贤呢。结果你知金秀贤像？我唔知，就是来自星星你的男主角，安尼嘉恩导啦。哎呦，结果
伊只讲句边啊，迄度的吼，一个妹仔咧食饭哦，我喷饭对，伊家头一个看底安全无啊，搁穿雨抹啦。安尼讲我真小心，我咧真正讲，无啊，因为你安尼穿是太空装，所以真正是来自星星的你。啊，我这大裤的真小心，至少减我20 kg， 对无？无啦，因为你戴安全帽嘛，啊又穿雨衣嘛，我无自信，嘿，所以真的是来自星星的。但是迄个头家娘，我感谢你，你给我一个花美男的主席，对无？嘿，要然我拢一直以为讲家己即马就已经是阿伯啊。后啦，题外话哦，重点是这个翁立友，他还做了一首这个类似韩国风的这个专辑，是的歌曲，在他专辑里面非常用心的有创意哦。我们也希望他这张专辑能够大卖特卖，对啊，好。最后呢，全台湾上新上流行的音乐主持人就连咱波多连播榜、波多新歌发烧榜，大家听得到。好，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拜。爱在心内面，若无讲出嘴，一旦缘成冰，遗憾早就变豆水。我头想彼当时，后悔无留你踮身边，有时梦回醒来，搁想起，无名流露真心泪。爱咱花，往事随你去飞，找彼段美幻想的山明海誓，过去所有的美丽，虽然在梦中实现，只叫阮这一生爱过一回。爱咱花。事随你去飞，找彼段美幻想的山明海誓，过去所有的美丽，虽然在梦中实现，只叫阮这一生爱过一回。发烧榜，欢迎收听红不让。